今日係善牧主日，當然我哋要為聖召祈禱，所以又叫做聖召祈禱日。本來聖召可以講所有修道人嘅聖召，今日我係特別想講牧者嘅聖召，神職人員嘅聖召。耶穌既稱自己係善牧，係有特別嘅意思。呢個係佢作為天主身份嘅啟示。富少年曾經問善師，為得到永生，我要做啲乜嘢？耶穌就答佢，除咗天主之外，冇人係善嘅。佢而家自稱善牧，就啟示佢有天主嘅身份，因為舊約裏邊的確稱上主係我嘅牧者。所以耶穌自稱善牧，並唔係一種狂妄嘅做法，因為人將自己睇成有天主嘅身份呢，係狂妄，但係佢真係天主啊嘛，所以只有佢係善牧，所有牧人都要係依賴佢，向佢學習，先至有可能成為善牧。今日我就以善牧嚟做主題，同大家為聖召作反省。第一篇讀經嚟自《宗徒大事錄》，今日係講保祿同巴爾納伯宗徒到處去傳福音。佢哋選擇首先入會堂，特別喺安息日入會堂。會堂通常係猶太人聽聖言嘅地方，嗰度亦都接受一啲對猶太一神信仰有興趣嘅外邦人。大概呢兩位牧人講道理講得好動聽，個內容係好，令到下一個安息日呢，有好多人走嚟聽，就引起當權嘅猶太人嘅嫉妒，就開始辱罵佢哋，繼而唔容許佢哋用會堂去講道，甚至挑唆一啲有權勢嘅人將宗徒驅逐出境。兩個宗徒離開嘅時候，就拂去腳上嘅塵土，表示咩呢？表示對呢啲人所犯嘅罪惡，佢哋係無關嘅。呢個亦都係善牧嘅一種表現。佢哋唔會以惡報惡，以罵還罵。佢跟隨耶穌嘅教訓，唔會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，反而係為迫害你哋嘅人祈禱，好似天父一樣，降雨俾義人，亦都降雨俾不義嘅人。所以宗徒離開嘅時候，並冇滿懷憤恨咁離開，而係充滿喜樂同聖神。呢個值得我哋所有做牧者向呢兩個宗徒、兩個善牧學習嘅地方。第二篇讀經嚟自默示錄，作者若望喺神視裏邊呢，就睇到一大群穿白衣嘅人，佢哋手持棕櫚枝，佢哋經歷咗大災難，但仍然能夠唔沾染罪惡。佢穿着白衣因為羔羊嘅血洗清佢哋嘅罪過。棕櫚枝係勝利嘅標記。通常如果你見到聖像好、聖像好，有啲聖人佢揸住棕櫚枝呢，表示佢係殉道者。比方出名嘅路濟亞，佢嘅像又好，聖像又好，總係揸住棕櫚枝。所以拎住棕櫚枝嘅人就係一個殉道嘅標記。我哋去過米蘭聖安博聖堂裏邊，聖安博嘅祭台，見到佢嘅遺體，佢側邊呢就瞓咗兩個人，佢哋都係揸住棕櫚枝，表示陪伴佢哋嘅有兩個係殉道嘅聖人。雖然聖安博自己冇殉道，但佢有兩個殉道者陪住佢。今日嘅聖經又話，天主要拭去佢哋嘅眼淚，表示聖人，特別係殉道嘅聖人，唔需要人為佢平反，因為天主早就安慰咗佢哋，俾咗佢哋一個終極嘅平反。佢哋堅忍嘅力量都係嚟自羔羊耶穌基督，係慈悲嘅主俾到佢哋好大嘅安慰。善牧就係一位能夠為苦難當中嘅人帶嚟安慰嘅人。福音前歡呼就有呢兩句話：我係善牧，我認識我嘅羊，我嘅羊亦都認識我。
呢句話正正係善牧言論精華所在。唯有耶穌係善牧，呢個善牧愛佢嘅羊，愛到犧牲自己嘅生命。佢唔係傭工，因為傭工有危險嗰陣就會走噶啦。佢係善牧，佢為羊犧牲自己嘅生命，佢將永生賜俾佢嘅羊，佢嘅羊唔會喪亡。今日呢段短短嘅福音裏邊就話，誰也不能從我手中把他們奪去，因為耶穌同父係一體，佢有能力保護佢嘅羊，保證佢哋能夠獲得永生。呢個善牧認識佢嘅羊，表示佢同羊之間有一份密切嘅關係。呢個亦都係所有牧者要學習嘅，要認識你嘅羊。所謂認識羊，並唔係資料上知道一啲有關你嘅羊嘅資料，而係同羊之間有一份深入嘅關懷、深入嘅關係。善就有英文係 compassionate， 係有一個咁樣嘅意思。compassionate 呢就表示係有共苦難嘅意思喺裏邊吓，所以保祿宗徒就能夠係一個咁樣嘅善牧，能夠與喜樂嘅人同喜樂，與哭泣嘅人同哭泣。呢個先至係善牧嘅表現，呢個先至係叫做認識你嘅羊。咁我哋反省善牧呢個主題，我哋一定會想起自己所在嘅地區，香港教區。我哋牧者嘅聖召唔算差吓，香港教區有12個本地嘅修士，如果加埋其他修會呢，加埋有成20個左右啊。一個教區有20個還未升神父嘅修士呢，係要好感恩感謝天主，的確佢有賜俾我哋嘅教區牧者。但係另一方面呢，我哋要提高警覺，因為我哋嘅危機感唔強嘅，因為我哋從來都唔會有缺乏神父嘅經驗吓。但係如果普世教會好多地方呢，就的確係拉緊警報，係冇牧者吓。所以我哋仍然需要繼續為聖召祈禱。為乜嘢聖召會缺乏呢？聖召係一份恩賜，唔係人嘅權利，係恩賜嚟嘅，係天主嘅選擇，係天主嘅召叫。咁我哋反省嗰陣，唔通天主唔願意俾聖召我哋咩？一定唔會啦，佢咁愛佢嘅教會，所以問題一定唔係喺天主嗰度，天主係願意賜俾我哋牧者嘅，所以問題就喺我哋身上。耶穌要求我嘅羊也認識我。呢個與耶穌嘅關係密唔密切呢，就好緊要啦。如果羊同我哋嘅善牧嘅關係係唔好呢，或者話去娛樂、去學習、去賺錢多過去恭敬天主嘅羊，點會有聖召啊？所以我哋要自己反省下，耶穌要求我嘅羊也認識我，我哋小聖召會唔會係我哋唔認識我哋嘅牧者？唔認識牧者係冇聖召嘅。即使有聖召，呢啲有聖召嘅人亦都要繼續加深對善牧嘅認識。所以喺聖召嘅路上係要認識我哋嘅善牧，先至能夠好好保存呢份聖召。唔認識能夠有另外一個意思，就係好多時喺教友之間產生一種錯覺，以為牧人嘅生活好辛苦、好慘噶，好似好可憐佢哋入修院好似出家，好似好慘咁吓，或者話有一種感覺浪費咗、嘥咗嘅感覺。其實我認識嘅牧人呢，多數都係好開心，同你哋想象好慘呢係好唔一樣。所以話你唔認識你嘅牧人，呢個其中一個唔認識。耶穌答應捨棄一切跟隨佢嘅人有百倍嘅賞報。咁按我嘅經驗呢，呢個係真嘅。呢度所講百倍嘅賞報唔係物質上嘅賞報，雖然物質上嘅賞報都係有㗎，不過呢個唔係耶穌嘅重要個部分，而係關係上嘅倍嘅賞報。
即係話真係天主賜俾你有百倍嘅父親、母親、兄弟、姊妹、子女吓，所以做父母嘅，我諗個個都好想子女幸福。如果子女係有聖召嘅時候，咁我問你願唔願意讓佢哋去呢？如果你唔願意嘅話，你就真係你唔認識你嘅善牧，亦都唔認識牧人嘅生活係點。可能你只係為你自己着想，養兒防老。如果你真係以子女嘅聖召而自豪呢，你先至算係真正認識你嘅善牧。我深信天主唔會唔想賜聖召俾我哋嘅，而係我哋能唔能夠配合天主嘅賞賜，唔單止係為聖召祈禱。耶穌要求我哋你哋要求莊稼嘅主人派多啲工人收割佢嘅莊稼。耶穌要求我哋祈禱嘅，所以祈禱係需要嘅。但係另一方面，除咗祈禱之外，我哋要培育聖召，支持聖召，多啲鼓勵，少啲批評，協助你嘅牧者做一個善牧，做一個喜樂嘅善牧。有喜樂嘅善牧，先至能夠吸引人認識自己，或者話分辨自己有冇聖召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係嘛？